来，俗语讲了好。伫一个天气真好的下晡，一间行伫个流行尖端的头毛店，来了两位贵宾要来设度头毛。故事会安怎发展落？咱甲看落去。人客啊，安尼敢袂使？你今仔是有几个人客，还拢无啦？哦，安尼较出来，你较出来。哦，啊，你敢有指定设计师哈？嘿，有啊，有哦，像愈水愈好。哦，愈水愈水愈好我也甲你准备上水的，是哦，啊，你等一下哦。但是鼻孔袂使顺大哦。哈别啦，别，咱阮做详细互你吼。哎设计师来来来，请这边来，当然了，当然了。哦，你上高的我哦。我就是设计师啦。嘿对。先前这个名人呐，这个影歌星啦吼，商界这头家拢我设计。对。啊，毋捌看过恁，哪会找到阮即间先啊？因为心情无好，所以希望讲哦，加他们哦，身体爱放互松。但是这哦顺大口啦。啊，我来。伊要较意味啦。安尼啦，哎，安尼你看，安尼哦，水散够有力。哦，安尼，水三个有啦。别位是拄着啥物困难？哦，你无欢喜的。毋是啊，就是迄阵哦，你若他们啊加好，啊毋是拢甲你按摩，甲你洗头，袂晓洗啊，啊洗愈洗啊，规身躯拢爱，我做讨厌啊。是，所以我即马对迄个幼咪咪的人啊，我想伊对我服务嘛爱幼咪咪啊，我爱即种感觉。安尼啦。当我怀疑你一直当做阮遮做乌的。毋是，我功夫爱幼咪咪。哦，敢若伊要求啊，袂使粗鲁就是啊。是，慢慢啊，服务。不紧，你先甲你上。你先服务，我才连面甲你好啊。我看这个。去准备一个，去准备加刀啊。来，人客来这啊，来，继续人客来，请坐。哇，人客，哇，你这个头我看起，规个人拢庄严起来。啊，人客袂歹，哇，你这头厉害哦，吼，真正厉害。啊，这头吼是安怎？讲起来我唔惊你笑啦。哎呀，那可能甲你笑。有一站哦，阮附近啦，有一间头毛店，啊，洗头的查某囡仔真水，啊，我杀甲安尼，杀着顶八卦，啊，唔知要安怎呢？我问头家娘讲，啊，这是要安怎处理？要安怎处理？逐工来洗头就好啊。对，随着下你载去啊，你惊啥？啊，我就逐工去来洗啊。啊，咱唔着用较好的这个洗发精，吼，讲叫做香布啦，对啦，结果我看伊特别拢挂迄个规桶的，嘿，什么物件规桶？敢若面点啊，人咧洗碗盘的沙拉布啦，啊，都安尼一遍搁一遍安尼，啊，那用迄洗啦。洗甲安尼头毛拢落去哦，手也袂牵着啦。哎呦，足气的。哎，你有感觉啊？啊，到尾啊，好朋友甲我讲，啊，你会使去植华啦。哎，对啊，即摆科技足进步的啊。我都捌听讲植树，都毋捌听啥物植华啦。有啦，基本上嘛有啊。你要植什么拢会使啦。啊，伊就讲哦，问紧讲哦，甲一支甲插。对。那种产安尼种。安哦。对。一抓一直去安尼，开偌济你知？老多少？ 80万啦。哇，你要诞生啊，会使开飞了啊！标一家虾啊，标一家虾啊咧。啊，你头先种落去，还佫直，你知影？3、5工，慢慢啊，一直抽来安尼啦。哦。啊，到尾啊，我去问人讲啊，你去种着这非洲的啦，专求问的啦。非洲的。回去喂，快点回去。嘿，谢谢老鸭。啊，老师手不动啊。手免动。我都跳音乐队安尼。毋是要跳啊？是要唱歌，是要念歌安尼啫。啊，今仔日是要安怎甲我舞安尼？是啦。啊，歹势啊！这位老师吼，啊，你今仔是要安尼啊，小可安尼收一个就好，啊是要加较济安尼。小时仔个一个啊，我意思讲哦，是。我入来迄阵有看到迄海报讲啥物离子烫啦。好，老师，咱你小等一下。我想创一个好。好来，我先帮你服务。哦，咱先把这围起来吼，较袂去。哦，用到你的衫裤，嘿，是。师傅，你讲话唔好一直配水暖，好不好？好，啊，即摆吼，哦，安排吼一个吼，阮遮上厉害设计师，对。好，来，来，等，我来慢慢来处理，这人给我先来处理一下，吼。哎。
个当你第一摆来阮店的吼，是是我这设计师啦。你看起来应该是一个无简单的人咧，因为你规头全高级的味啊。哦，是啊我都开汉药房啦。中医的哦，无怪就够厉害，哇！我以前做一个，哇！我对泰国来，哦，弄榴莲的味。是啊，这高级味皮料真好。啊，你今仔想要做啥物款的这汤姆型哦？我甲你想者，是不是要拍起来？要拍起来，要来第次会啦。我一经落你就透动，你以后你就定定来。哦，阮这样呢，家头脏，家了无缘投，行少少讲无缘投，你讲明我爱纳钱，真正毋免纳钱。安尼啊，安尼，我不做到厝啦，好吧？真的。你拄仔讲要啥物汤啊？不做汤啊？讲什么离子烫好啊？好，对啦，离子烫这即。马上流行的啦。即摆上盖新的，上新的啦这个科技有够好，连迄个较早迄个乌白马你知无？哦乌白马你知？哦，迄个美国总统啊。你也知哦？对啦，迄我朋友啊，安尼啊，嘿啊，色的啦，连伊嘛来订呢，真正啦，透动的我3秒钟度你头毛滴滴滴脚，你脚甲在，免咧Q，你看呐，瞧落去。瞧了，来，准备起来。好来，迄当你小等者吼，你等下好，你等下几秒钟就好势，辛苦去。来，这用的都好势啊啦吼，啊，现在来甲它处理起来者吼，来，各位亲爱朋友，见证技术的知识的教育咯，3秒钟就完成啦。来，1、2、3。袂歹哦。啊，那会变哪里？我拄仔还有3支弹，喏，这阮1支都无诶。啊，你是要哪拍市啊？啊，你若办代志安尼办，这件是我是个买剑伊咧放心心啦。买咸鱼放心，这是第一句俗语，第二句听了。你今日想要用这什么款的型哦？要拍起来对无？你快讲你放心，我这透动的啊，好无？保你满意。会。设计师啊，对，离子烫好无啦？好啦，好。你我这什么烫、笨手烫、喷烫、烫拢有，你做你放心哦。而且我连迄个美国迄个，你知道？迄个头毛尖尖迄个啊，今摆的总统啊，哦哇，迄个啊，哦穿烫嘛，哦，川普哦，哦，穿迄嘛我甲创的哦啊，安尼哦，我专机飞去吹过甲可以你滴答啦。来3秒钟，哎，我处理者，我保证我的头毛，逐一滴徛甲在。对。来，我处理者，好来，哦，啊，这用的吼，这科技吼，用来处理起来就好啊。各位亲爱朋友，见证技术时刻已经到，只要3秒钟，来1秒、2秒、3秒。淡定看卖，啊无半支，这是你本身迄个毛吸袂掉，啊正经实在是牙盲当作怪呢。牙棒当做怪，句俗语，拍破过来。来，恁两位请坐，莫叮当，哦，恁徛壁就好啊。好。拄则这个第一句有2句哦，第一句叫做买咸鱼放生，第二句叫做牙盲当做怪。这什么盲当大概是迄个歌盲的款啦。来，赞成第一句买咸鱼放生的，请举手。我两个，恁尴尬嘛哦。三我三个。班长讲啥？快过。阮做伙，阮做恁是讲买咸鱼放生，这咸鱼，为咩？对咸鱼，你哪会去买咸鱼来放生？多此一举。无咧讲放生，一般讲放生。啊，放生，加做的对。好，恁三个一定是跟牙瓜网做怪。你先来跟一个答案。你看你剩的迄根几支，佮要来做乖啊，毋是艰苦的。你使用头毛的数量来去判断这个。是啊，老师，你意思是安尼吗？官网花开啦，嗯官司老乌龟啦，老好姑，老乌龟啊，嗯官网花白啦，嗯，官司老白啦，是今官嘛是仔真正。官网花红啦，嗯，
寒死老大人，哦，寒望火社，个寒死去食。寒望是免好做怪啦。哎，就是无法度，但是卖迄落。对，哦，我这答案敢若小可了解啊。来，丁老师，这两句咱搁甲补充一下吼。第一句是讲买咸鱼放生，因为早期吼，迄冷冻技术无较好。伊早无讲鱼仔拢有冰有冰箱，所以鱼仔你着你无甲处理者拢会歹去，所以咱先用盐加生起来变做咸鱼，所以变做咸鱼时已经死去啊。结果你买死去的鱼仔要来放生，迄真正是毋知死活。就毋知这明明是死去的，你个当作伊是我的，所以就亲像7月半啊，毋知死活共款。啊，因为讲实在，伊开遮的钱就是要拍七啊，结果你甲头毛用甲无半支，伊起我做歹，伊甲你呛声，你讲啊好啊，你毋知死我，你看了你代志就大条，所以买咸鱼放生，就你看了你代志就大条啊。另外吼，野芒当做管，芒当迄就是头仔老师讲的瓜芒花，瓜芒拢会使吼。伊有一条歌叫《瓜芒花》。哦，瓜芒花春天，瓜芒花，生伫山边，开伫谷底。啊，有叶无枝，啊袂晓靠势，风若来头咧咧，表示伊啊啦，较软死，所以风若来伊摇来摇去。你摕即种物件去做拐啊，迄真正较无舒适啦。就亲像吼，俗语讲，有诸葛亮嘛，就有诸梁将。一个是文，一个是武，安尼安排较好。毋过你若叫诸葛亮吼，举大刀去甲人相抬吼，安尼就无好。所以野望当做管，伊的意思是讲无舒适啦，安尼安排无妥当。所以若照安尼规个剧情来看，应该是你代志大条啊。所以你买咸鱼放生，你若毋知死我，你较听你就带你等好吼。白嘛，对。哎呀，买咸鱼放生，较适合这个答案。王老师我有补充一个，是你讲放生就是为着要做功德嘛。对。啊，你著买咸鱼来，本来做有法度做着功德，敢若功德哦做迄草啊布，枉费你的心机啦。是。啊，我开遮侪钱要做离子弹，结果头章拢无去，共款的意思。所以两个老师无共款的意见，你相信对一个无阮的代志。是，嘛无我的代志。是，感谢你，拍破鼓励。